大家好啊！天氣開始轉涼，我哋可以飲多啲潤肺嘅湯水，預防流感。今日為大家介紹有一款湯幾好㗎，叫做羊肚菌淮山湯。呢款湯水唔單止可以潤肺補腎、健脾益氣，仲可以提高我哋身體免疫力、抗氧化、抗疲勞。同大家睇下今日所需要嘅材料啊！材料有羊肚菌10隻、淮山5片、時實1湯匙、蓮子10克、百合10克、茯苓粒1湯匙，同埋蜜棗1粒。今次我哋加咗羊肚菌，羊肚菌既滋補又有益。另外加半斤豬展呢。如果大家唔想加肉類，可以用腰果代替。首先我哋將淮山、蓮子、百合、時實、茯苓用清水浸佢半個鐘呢。如果想啲食材腍啲，可以浸1個鐘。同樣地，羊肚菌我哋用清水浸佢半個鐘呢，浸到佢軟身。羊肚菌係一種滋補嘅食材嚟嘅，雖然個名叫羊肚菌，但係同羊一啲關係都冇㗎。哇！浸好咗嘅羊肚菌，我哋聞到一陣好香嘅菇味。好啦，浸好咗羊肚菌嘅水，我哋倒咗去唔要。咁點樣清洗羊肚菌嘅呢？首先我哋沖一沖佢先，沖洗完再準備一盆水，用鉸剪慢慢剪開羊肚菌，裏邊有好多沙石啊、微粒，我哋慢慢揚開佢，清潔，捽一捽佢，輕輕力好咯。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爛噶啦。清洗咗裏邊嘅污糟物先。我哋洗完羊肚菌嘅裏面，跟住我哋就要洗羊肚菌嘅出面。佢出面就好似風琴形式咁樣，一格格。我哋可以用廚房嗰個花灑嗰個模式去揚一揚、沖一沖外邊一格格。利用花灑嘅模式，我哋可以將啲沙塵逼翻佢出嚟，洗佢1至2次。跟住將買咗返嚟嘅豬展用清水洗乾淨，再進行飛水，俾啲紹興酒，凍水落鑊，煮佢2至3分鐘，再用清水沖一沖洗，切細件。再將浸好咗嘅食材用清水洗佢1至2次。淮山時實既可以健脾益氣，又可以潤肺補腎。好啦，我哋話咁快準備好食材，我哋而家可以準備煲湯啦。今日我哋用咗2公升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將所有材料放晒落去煲，大火滾起，再轉中細火煲佢個半鐘呢。啲湯由得佢煲住先，同大家分享下羊肚菌嘅益處啊！羊肚菌含有多糖類，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增強免疫力，抵抗病毒同埋細菌嘅侵襲。另外，佢本身有抗氧化嘅物質，可以幫助我哋身體清除自由基，減少細胞氧化嘅損傷，達至抗氧化嘅效果。另外，羊肚菌本身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埋氨基酸，可以幫助我哋補充身體所需要嘅營養，改善體虛同埋疲勞嘅體質。咁我哋點樣揀羊肚菌嘅呢？我哋要揀佢外形比較大隻同埋深色，代表優質。另外浸好咗唔可以有硫磺味嘅，如果浸好咗聞到有硫磺味就唔可以要噶啦，代表經過加工提煉，食咗對身體會有害噶。哇！咁快啲湯就煲好咗啦，最尾我哋加翻啲鹽調味就可以噶啦。羊肚菌淮山豬展湯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日為大家介紹呢款湯水啊！如果大家喜歡我今日介紹呢款湯水，歡迎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等我試下啖湯先。唔錯，幾鮮甜，幾好味。
同大家重複一次呢款湯嘅營養價值呢。呢款湯唔單止可以潤肺補腎，又可以健脾益氣，仲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埋氨基酸，可以補充身體所需要嘅營養，改善虛弱同埋抗疲勞，仲可以預防流感。